你有冇發現，人到咗一定年齡，就開始本能咁排斥所有嘅虛情假意，對嗰啲言不由衷嘅寒暄，突然就失去咗耐心。唔係變得冷漠，而係一場關於情感斷捨離嘅成人禮。你終於都聽懂自己內心嘅聲音啦。好多時，我哋嘅疲憊並唔係嚟自生活嘅重壓，而係嚟自靈魂嘅失重。當我哋將太多能量耗費喺揣測弦外之音，維持表面和諧嘅時候，內心嗰個真正嘅自己，其實係喺度一啲一啲咁缺氧。你開始懂得珍貴嘅能量，要留俾值得嘅對話，深刻嘅共鳴，要留俾能夠聽懂嘅心。我哋唔再試圖去取悅所有路過我哋生命嘅人，而係開始精準咁識別、珍惜嗰一啲無需要解釋嘅緣分。就好似深夜嘅海上，我哋終於唔再為每一艘經過嘅船去點亮燈塔，而係只為嗰個確認過信號嘅航向全力以赴咁閃耀。所以如果你都正處於咁樣嘅階段，我好想對你講，咁樣唔係冷漠，係清醒，係選擇。高質量嘅獨處遠勝過低質量嘅狂歡。你唔係失去熱鬧，而係為真正嘅共鳴騰出空間。